老热倒你腿，老热强下來。福衣正八歲。也許沒有，也許。國家講天南地北，莫講國嘅法。你站在高崗上向下望，千里有雲啊天啊！好大面面線團，來，去眼前呢，記住咧，關田。心路開喲，無闖過的心唔鎖，老熱倒你腿，老熱強下來。好，新的不給，新的不給，新的氣象，哎，哦，新的展現，嘿好，Q 嘅主持人，Q 嘅評審，嘿，但是上禮拜呢，哈，哎又產生一位新的安尼 V 面炸，李面炸，嘿，就係安那個賴雙權做嘅做片，片，哎呀，炒蛋章，炒下少少咧哈，好等下可能冇幾飛啊，冇啦，開玩笑，佢而家咪叫咩繼續比面嘛，哎，繼續炒下伊，係啊，安都比賽啦哈，嘿，比賽之前呢，介紹下啲評審先生。好，葉家超先生，齊澤偉先生，鍾飛先生，尤少奇先生。啊咧，咁樣這個感覺真的，我們啲鄉親朋友有關係嘛，還是呢不緊，因為看起來冇同樣嘅感覺，冇同樣嘅感覺。對啊，整個安尼呀，這節目嘅質感就會親有表演嗰種從那種百老匯那種對，提升起來，係啊，哦，唱歌人都感覺較好聽啊，你，對啊，就有個表演嘅感覺。對，哦，安尼我相信今邊一個參賽朋友準備好了。有，看下有辦法從 V 面炸報位嘛，同給 V 面炸的幹掉嘛，哈！來，有請 TV 參賽朋友。TV 係來自苗栗條歡鄭一陣帶來愛經一條。好，嚟睇下啦。上天，理想自由嘅天邊，異想離開來身邊，唔肯再想起從前，讓數輩你告別，一場送別離連連，盼望你終記得愛嘅好。歌劇院，好強哎，歌劇哦，很讚。謝謝，葉子記好，主持人好。哎，你好，又見面了哈。我閒聊條歌也冇簡單。係啊，要表示有底子才能唱這種歌啊。係啊，對吧？本身係有學過嘅聲樂係啊。係嘛？冇一條流行的流行歌曲。
也头摆伫福高的时间，嘛个有参加合合唱唱团团。呀嘛，可能小时候弹干呢，给全新会弹多哎。群星会有你冲了，群星在天空闪耀，那是叶嘉修老师那个年代。冲的水边叫冲哦。跟群星会哎呦叫我屯阳有关的，无关的呐。类似安阳的哦，以前很多老歌手，就是资深的歌手，他们唱歌都会比较哈声乐的唱，美声的唱法，哦，美声式的唱法。哦，而且跳工啊，该跳都会看一下个歌词，是林志君老师写。哎，客家话的作词是林志君先生。客家界女版的萧煌奇，看唔到。哎，不过歌声清楚。哎，歌声清楚，哎呀，对对对。现在两条歌诶，现在条歌诶，没，哎呀，爱动态挑战的。系啊，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有些紧张哈。哎呀，要按球摸来，一礼拜来看到欣赏的前面，很爱紧张。哎呀，呀，都前面，哦，是叫看到啦，冇做合人啊，冇看就好咧。真的。哦，你们清友好呢，冲两条，我上天是冲狗咩，冲不阿梅糖诶。哦，真的啊。哦。阿妈清早我看。哎呀。大礼拜。大礼拜对不对？总还要重视的观众，还谢谢呢，安志些呢，这后餐也对吧？呢，大礼拜看要节目都有办法的，哎呀，存活到现在，真的啊！哎呀，继续他批判我的阿姨啦啊，我哋咩用心来做好啲好节目来批判大家，冇错，对对哈，好，张队长哈，啊，来谈公平啊，好，感谢老师。哎，以前啊，今廖叔讲吼。实在讲，你从的要亲好呢，伊个条件来讲吼，因为感觉讲伊唔要创俩古典的那样歌的吼，硬来创俩歌，创个人咩就得爱用个装乐器哦，唔过是就得讲，他定期他带的哦，有得大送，他带，吼，有得大送啊，所以唔过。已经不错了，希望你能够过关，加油！好，咱继续加油嘛，好不好？加油！可以下加个分数，好，看他整个分数。先生，很做的，我做的，哎，的边缘呐，危险边缘呐。哦，7班用做的嘞，对，好，加油啊！也可以哈。看下礼拜那个是顺利通过吧？看做得堂到创模公要过，好嘛？好，加油啊！谢谢老师，也可以哈。做消息哈。沙下来呢？沙来，陈妙丹带来杂茶什么？牡丹水。神啊，茶叶也起美事，杂茶为茶嘅两边人家夹一起，阿妹心肝经常对面山的阿哥去，样板心情因来听听，挑眼讲到你哈忙起，讲佢冇偏见，样嘅神啊。树啊，红红青分明，有残泪公鸡，悄悄西边行，茶头将下高升啊，茶叶也起美事，杂茶为杂嘅两边人啊夹一时，阿妹心肝经常对面晒的阿哥。样板心情变来听听，去年讲到你哈忙事，讲佢冇偏见。
杨家山啊，杨家山没有胆惊，莫干莫杀啊，好紧张，好紧张，紧张。对，这个少女啊，少女，对，天一礼拜继续冲，冲不妈妈糖。哦，一条我较强壮啦。嘿啦，杂杂什么诶？係咪？唔特別啲學教服務。嘿，欣賞下教書实验室哦，實驗实验室，學是屬於大學裡面的實驗。高中高中有乜嘅實驗？有啊，學教學教啲杯，你要退休咧，哦喲，是實驗乜嘅東西？化工啊，化工，哦，算係行政呢，行政就對了。老師聽書學生嘅實驗，哦，實驗啊，那你們有實驗出乜嘅東西嗎？懂多啦，懂多，像比較普遍的，譬如說汽水啊、可樂啊，你有滿洲汽水然後可樂，有。哦，真的呀，哦，所以我們現在外面喝到的一些飲料都是製作出來的，就對。冇按容易講，東加西加。哎呀，來，唐一下欣賞講評。請這位先生。哦，沒有等記。哎，你這禮拜真緊那個吃到龍松上禮拜完全脫胎換骨哎。什麼老師？真緊，幾首歌曲可能較強壯嘅關係。你看，你上個禮拜唱歌，冇通眾，你還會摘草。知道你還是會來比賽學到還有進步嘅地方。因為我細時陣阿公。後山鬼山頭嘅茶葉，我媽有摘過茶。佢一下行出來嘅這個就茶葉，然後變一個工廠。古上嚟講，唱歌出來嘅戲，即家生命還有生活嘅歷程。你見過誒，你唱啲歌曲就有感情，有感覺。呢一首歌曲出比上個禮拜行得好，還有建議嘅地方，譬如講。強樣啦，嚴準，每日咩嚴準，要注意到位哈。聽你唱歌嘅眼神，譬如說我教你看一隻地方，莫因為你看上輩嘛，你再看天師，莫做雕雕，唔好看。因為我唔敢看唔到啊。看兩邊都，看兩邊都，看下跳哪兩邊。如果感覺你唱啲看藝，唱歌要有一隻對象，好嘛？你喺聽件事、聽三件事，我教人試呢方法咯。有啲人講特別唱歌，接唱歌唱 KTV 講冇感情啊，你馬他發勁係嘛？讓別人唱又太又細又軟又硬，你專聽你吃過早上起床的時候抖棉被，你會嗎？一邊抖棉被跟唱歌你就吃那個柔軟，還有讓你的氣。你馬他發見，有冇？身體處有新嘅感覺，你喺藝學到新嘅方法教大家唱歌嘅方法，好冇？不管嘅皮骨係撲嘅，亦係盤嘅，學起來，你下擺唱歌，你處要軟要高要大要盤，好冇？加油哦！好，什麼老師？知道情況，下擺用雙腿唱歌。你馬他，這個這個有唱歌。吉娜是我們不是，吉娜就是舉重。你吃快，真嘅。是啦。哦，啱是嘅，我不用抖棉被。抖棉被。安尼從來欣賞公平的來看分數。好，來看一下陳妙丹嘅分數。好。真很，我看一下，後邊還有三米，還蠻長哈。係啊，按上禮拜嗰關要打電話同媽媽講，係嗰關嚟嘅喎。唱啥叫做水木嚟？唱水木。聽講就講。聽講哈，沒做得啦哈。好啦，反正看電視裡面看得到啊。係啊。好，安子先，大家好，在呢邊當中，好，謝謝。好嘞，殺下來，你嘅陳皮啊，陳正雄帶來種音。好嘞，彈講啦。那是由來生變一變心。回家一直對着鏡子練哈，那都練不起來，不曉得什麼原因。是看到自己的臉就不想唱了。對，沒有啦，不會喊誰啦。你會不會那個彈唇？彈唇？沒。彈唇是？不會，不會，看看啦，試看。這叫伊做子宮啦，吼，做古老人家啦，吼，係啊，係伊學校做嘅導護老師。哦，這個清楚。按喊哦，係啊。
有心。기도风雨不 가시 연보 연분 용의 성지 성의 성수 애게爱手中风中嘅花儿短山有比掉落水波感的人嘅人本钱，注定难相守一世。感的缘路断了线，缘多情因空遗憾。假使有来生，不惊伊变心，只怕来生难再相遇。茫茫人海里，来回全都已，用爱在你手中有下印。假使有轮回，不惊伊变心，千山万水也会全都离。挂在你手中给你，用爱才来生相依。假使有来生，不惊伊变心。没想到我们陈批哦，你有那么深情的感觉。是啊，这对我老婆比较深情。对啊，没有，你今天唱这首歌也很深情啊。没有，对别人就不太会了。不太会。这对老婆会啊。对。还有今后啊，你确定？朋友会啦。陈建居嘛，对，陈建居很深情，教我很多。哦，对。哦，是教你哪方面？对老婆要温柔一点。就客家歌啦，然后说对老婆要好啦。哦，他对老婆也很好。黑娜，对，哇，那真的是非常标准的一对恩爱夫妻。是啊，对啊。哦，啊，你学客家歌有没有什么很困难的地方？对啊，困难一定困难懂。没有，就是之前学山歌那个暖呐，都唱不出来啊，暖唱不标准。就前天就叫我说不要唱这首歌，因为他要比这首歌，他希望你不要唱。唱这首歌会被扣分啊，说唱夜有情好了。哦，他帮你做战力分析耶。那你夜有情，你唱一下，我来听看看，看会不会被扣分。夜有情。长夜呐，你要来呐。夜有那情来哟，广东只有啊高汤金啊。哎呦，歌词有点唱错，歌词有点唱错了，因为太久没唱了。可是我看你唱歌为什么要这样咬牙切齿？哎呦，我嘴很干啊。可能是嘴唇的关系啊，因为上嘴唇太薄了。是这样吗？是啊。干嘛呀？不会，我看很厚啊。哎呦，真的我。回家一直对着镜子练哈，那都练不起来，不晓得什么原因。是看到自己的脸就不想唱了。对，回满身。所以说很少照相就是这样子。照相的样子不好看。照相是啊，不是照相的样子的。因为我嘴型是这样子的，不是月亮啊，是这样子的，跟月亮相反啊。真的是倒霉
水。哪会啊？不会啦，不过碰到罗大哥就比较幸运。你来这里，上一集在死里逃生，我们在完蛋。对，他这个礼拜可不可以死里逃生？我不知道，没关系啊。来，问一下我们老师，问一下慧茹老师好了。嘿，碧宇欣赏是曾雄歌，是。根本你聊出歌曲呢，很经典的一首歌哈，老师作曲。然后这首歌其实最可惜的地方，就黑你跟老师，太多了。因为如果说你，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们黑哈港你买哈，那你跟老师有一些咧，有一点不是很好，我觉得我们其实都能够理解。但是聊出歌曲，我觉得你可以再琢磨，因为太多字花那个法律，你变成华律，就是很多。对你很多都念成台语。手中风中的花再来呢，我觉得你上个礼拜其实有个很大的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节奏、你的拍子的问题。但是上一次真的有点难唱。那这一首歌它比较容易，但是你还是有一点点拍子的问题，所以你在拍子上的琢磨还是要多一点用你的耳朵去听。好，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练歌的时候，你要练习去听音乐里面的鼓，那个鼓的点你要去听，才那个拍子才能够准的。好，但是有看到你的进步，是，还有谢谢老师，好，什么这个建议啊，建议良言啊，对。哎，你会不会那个弹唇啊？弹唇，哎，弹唇是这样，不会，不会，试看看。像打歌这么好听啊！不是，这个是一种，也是不用补引援呐，那个练习的方法，对，让他嘴唇软。你就嘴巴，你就每天从早到晚，反正没事的就放松。你以后唱歌就没有很厉害，这个很多人都会。对啊，这一招来99%的人应该都会。哦，你一个人没会啦。体育兮的啦，对啊，可能是上嘴唇太薄了。对，好。好了，可以还给个分数了。来看陈真雄的分数。哎呦，不错哦，过关呢，过关了，有。哎呦，拖罗嘎跟个虎啊！对，又是我的福气啊！完蛋了，不会了，不会，你又存活下来了。过关，下礼拜还要来啊！是，哎，再拼一下，好不好？好，加油，好，谢谢，来休息，好，谢谢，好。会不会他真的等一下路上走着，沿路就这样子？明天会不会上新闻？我不知道。好啦，我来杀了，还以为係用鬼難帶來，伊基礎一點路。我來等啦。眼望難逢夢難對，時光溜溜。
啊，对，哎呦，哦。一条歌很有演歌的哎呀，其实一礼拜2礼拜吼，因为之前呢流行歌曲组啊，吼，咁后生人来比较多。哎呀，东九冇可能有年紀較大嘅朋友嚟比賽，所以有嗰個東九冇糖豆。東九冇糖豆咧，咩青後糖啊？有味道啊！佢嘅編曲還蠻煙硝味的。有咩當然愛心嘛？係啊。即係去做志工啦，吼，照顧老人家啦，吼，係啊，還去學校做個導護老師，吼。哦，正經，清有心。暗喊哦，係啊。有心。你係咪去干咩會老啊？對啦，老咩樣人照顧呢？對，所以也有機會有嗰種體力照顧人時間就多照顧。錯，10公年咯。10公年啊！很久了。很好，很有愛心。等下對人哋比賽啊，多動作，全部都他百分比很高全部都是在做長照啦，退休的以後還有啊，做公益啊，冇錯。哎呀，所以看一看，我們真的很，真嘅，前村都按多喊，好嗎？為善不欲人知。對。哎呀，你知道哈？愛聽。是。好來談一下欣賞的歌。好，唱蛤蟆老師。貴蘭姐哈。今日通到比雙十禮拜吼，創一個咧文聽圖啊吼，進步當多。其實從今日先啦，歌曲雖然其他聽起來有較簡單啲嘅，不過加個韻味啊，其實根本從比雙十禮拜好當多。那只差到一點就講，人家個譬如啦拍子拍嘅啊，就一直寫起來有點一點嘅，不過你從個歌曲這個韻味吼，還有那譬如那高低音吼，其實都很到位呢。那論建議一點其實你現在是在哪裡呢？就是內心的恐懼。就有懂得，因為耳機裡面彈的多，就是你該衝個高音的時候，事實上已經律動已經上去了，但到後面那個最後抖音那部分就會跌掉機當然我諾貝彈唔到，那耳機裡面它就會聽到有類似這樣的聲音，那個就代表什麼呢？那個代表就是說，你衝個片的部分哈，為了要展現好一點，我們壓力就強太了。所以諾貝彈起來穩聽度冇問題，但耳機提來跟穩聽度對每音的時間還是有差了一點點。好，繼續達標。什麼？好，謝謝。好嚟，睇下大家分數。我用佢兩個分數。好。91分。哦，其實應該有辦法過關哦。應該冇問題。因為也目前有最 V 好像90.5分呢，給 V 較門向嘅喂。沒有擔心。好，按照這恭喜你哈，現在別當頭，謝謝。好，沙下來就有請送禮拜明年咋。來送權帶來阿哥沙留下來嘅記得。哦，來彈我啦。阿哥沙留下來嘅記得，伊最愛嘅一首歌，來強來彈。阿哥沙留下來嘅記得，不管伊幾多一樣，不可思掛念。就用一首歌，一杯酒，一聲音都一樣。人生一陣風，一陣雨，灑滿無思考。逆風風雨，總會天晴。一筆飛又一發而下出勇敢，就用一首歌，一杯酒，一聲音都一樣。人生一陣風，一陣雨，灑滿無思量。逆風風雨，總會天晴。用一筆
鼓伞，留下泪的记忆，爱的梦中有你的样。松曲，我很感动的，真的，这个可造之材，一共发就破功啊！可造之材，对呀，一条国会公车，罗文玉的老师的歌，其实没有那么好这个诠释呢，都有感情啊，大概唱到有感觉，有唱到自家嘅什么样的故事里边度就唱。有啊，因为一条歌迄阵佢下阵夹哥哥的嘛，夹哥哥因为大肠癌，对啊离世，那时候刚好他在帮我做一首歌，对啊，突然就给他抹汗夹哥哥的事情，没听懂久，对啊，所以后来就感觉上他。整个人生观啊，整个感觉都改变倾倒。改变倾倒。伊种专辑里边都其实佢讲个故事咩改变倾倒。所以一条歌人家懂有感触，你知道未？系啊，因为应该上台北嘅时节，罗台汉田没有你读书啊，那乌卡没有你把吉他本记了。自然有情感通了。对呀，用音乐来做一个情感的联系。这个很棒哈。对啊，讲真的。罗文玉老师也算是我们这个客家界算一股清流啊，对啊，好，目前最近又出给他要转型，新转型啦，新转型都往国嘛，就来当戏番机啦，对呀，偶像，他真的是他的粉丝，我们罗家之光啊，对，好了，对，长期上共鸣，嘉秀老师，罗文玉迄个偶像嘿哦，没错，今仔可能会创有当伊嘿。哎呦，第一项哦，没有，我刚才你要讲哦，你要是基本功啦，要坐在那个位置上，你要做任何事情哦，一定要挨打的。我刚刚这位老师马上就跟我讲，那个怎么拿麦的，麦克风包到上面。哦，有没有看过？你是嘻哈咖吗？你是 rapper 是不是？这么大有拿对，还是常去 KTV 习惯。哦，有可能。我们这个一支20几万的，根本不用这样包，好不好？对啊。你这样反而不清楚。对，保育的嘎，就你的高音会不见，然后声音会闷闷的。你会讲线圈是它会影响你数啊秒啊，整个的那个感应力就差很多。好，你要是第一点，它的高音一下高音很漂亮，跟天晴那个晴腔，那你唱得很漂亮，可是呢。强咖，如果你再往后，如果是文玉我很熟啊，他这个地方一定是头往后这样子，一定要拉出一个弓形出来，那个声音才会很漂亮的。因为你要冲咖，你是暗冲，有人是晚晚，所以声音一定不漂亮。就莫按枪的一个响哦，所以这个也要。再打一个巴掌，所以左边右边各打一个了哈。要坐在那个位置上，莫按键单哦哈。继续加油，好，按直接谢谢。好，亲口的建议。对，人家文书公布之前啊，还先有请啊那个哈，目前天意国分的陈真勇、陈批，欢迎来到舞台当中哈。来，邀请。好，来看一下，都带988繼續避免。好，哎呀，就保密嘛，好嚟。来，雙拳嘅分數。嚟。要痛開花。之前講長空還有人這樣嘛，水腫，喉嚨水腫，時好時壞。聲帶水腫嘛，黏膜水腫對不對？你水腫咩？天紅就好。人生才是。摸就帶起來嘛。哎呀，江南啊，迄冇個冷雨吹得當我夾棍你嘛，哇，是只弗洛伊，冷氣灌頂。來看一下，都帶988繼續避免，好，哎呀，就保密嘛，好嚟。來雙拳嘅分數。嚟。
赖中群。哦，拍谁你没机会哈。这样最好了，这样最好了。这样最好。不过我的期望。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那么客气耶。不会啦，终有一天会坐上去。哎。好，那个恭喜啊那个赖中群。好，抽从 V 面再报 V。继续抽下去，恭喜。新的赛制啊，新的气象，新的布景啊，新的布景，暗墙的布景，还有产上礼拜有产生一个新的 V 面展，全部会新的两酥肉，嘿，然后抽了个片，抽到张模兄会下来，对，好，可以啊，礼拜有办法通过，哎呦，真难讲哦，有继续的 V 面嘛，好吧，来，夹的介绍完的评审欣赏啊，来，李秋霞先生，恰皮哥先生。罗英先生，曾明珠先生，好了，欣赏介绍的，马上要进行级别比赛了，吃接来咯。好来，有请到 TV 很满意的新竹宝山陈小基带来罗山歌，还有来谈过啦哦。晚风景，为刹那，漫山的终有啊。有同发那，开发歌弦啊，山歌了，唱出来。众人夸那，陈太哥你好，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哈，还有平清先生，还有个天日局个前面观众。用钱太假好，踢败了，哎呀，踢败了，还紧张了哈。有一点的，有一点。哎呀，踢败了，这本独到你身上戳到个前面，你行啊个紧张，厉害太哦。有，尤其我爱去了两位按歌，更加有爱的，本温暖嘛。哎呀，我们两个像门神，对，你的主神，好嘞。哎，跟用我按旧的这样的想要来比赛咯，免哎让学生扮演的你，人家讲还不成熟。唱得清楚，让佢是红的呢。佢接触安尼客家三太跳歌就最后扮演时间，扮演让佢是落来学。之前就冇学过。食堂啊，你客家人嘛，客家人食堂啊。但是冇上学。
冇像啊工作嘅關係，工作嘅關係，冇時間咯，冇時間哦，也算退休嘅，就係啊，半退休啦，半退休咧，還有閒時間啊，所以參加歌唱班啊，有冇啊？參加嘅民謠班，民謠班，還有參加啲比賽啊，對啊，既然伊參加啊，安尼像有安尼比賽安尼平台之類，拖展現一下，有冇學落咗嘛？對嘛？就充滿睇住個堂。對嘛？娛樂節㗎，娛樂睇㗎。係咪？傳承文化。冇唔錯。一比欣賞咩一時髦。有啊，看到他的小辮子。你反過來問大家看一下。哎呦，有一個小辮子啊，等一下看，可愛呢。你有冇想到按用？我們造型幫你綁的哈。沒。你去夾他嘅哈。我不用人個頭。幾種嘛囤他個呢？叫安尼間讀一百無款啊，便宜就夠。但問題讀一百，我頭腦冇懂床，真係怕咪讀一百。你又唔係頭腦冇懂床。係啊，斷。係啊，丑人都做怪嘛。係咯，你做三太子嘅。存在這個夾他一搞。之前我聽講有後人頭樣，乜水腫。喉嚨水腫。時好時壞。哦，恐怕有點沙沙嘅。下巴會冇生啊。後人頭喉頭會水腫。聲帶水腫。咁係長繭啊？用？唔係，係蠻多長繭啊。蠻多長繭，幾好。係啊，佢會好啦嚇。會好。多有控制啊。有控制。小鹽都出嚟。聲帶水腫嘛，黏膜水腫對不對？黏水腫有用。我們這樣太極家長看得到啊，係唔係？是。好啦，從頭唐先生嚟講。啊，親愛的歌手先生。嚟。係，你嘅韻腳講到實話，唱得非常非常嘅好。哎呦，什麼先生？真嘅，你講爭學半年，能夠按嘅成績一本肯定。你係一本你優點。做唔過請可惜㗎，兩位主持人阿鳳老只係講，哎呀，可惜你嘅聲帶有受損有損傷，所以你叫佢唱嘅時候，都特質係杯梅人唔就氣不足，你就有感覺嘛？有英雄嘛？英雄氣短，還要自己寫梗。哎呀，英雄氣短。而家英雄已經變成過去嘅雄風奶嘅已經冇得了，你氣比較係不足。你比較好可惜，唔過嘅韻腳前後嚇，喺係有機會啊！我希望你嘅加油。好，現在要作韻冇作聲，好，韻味好應該分數都會不差。不差哦，我知道，有可能。來看一下佢嘅分數。看一下陳小琪嘅分數。90點，用晒準點冇通用。係咪？90點有少個門檻哦。因為上禮拜本人國體嚟嘅比講太高，就會90分點點咯。藝術推介一版咩？推介一版，我想要聊下來就錯。後輩係咪講係唔掂？係啊。咩藝咩本人國體，後輩人有冇上來？一殺國體咩會上來？好啦，唔先專業啲當我錯。謝謝，好啊，好，安子先，好，非常好，謝。好來，殺下來，嚇，下一位係總免費帶來平白。好嘞，彈我啦。就開了。
免费这好。对，也比两位主持人哈。从小迄都读书的客家人，系啦啊26年咱可以是学习，不能冇马要讲客家话，但是开始接触客家的时间，就开始慢慢的学。6、7成两严准了。6、7成啊，很厉害的，对呀。学唱山歌，以后也哈请会讲客话的哦，你还请会讲客话咧？请会讲的，按臭屁哦。哎呀，傻屁哦，傻屁。哎呦，辛苦。懂咁讲的哈。我咁讲的。至少你啲嘅国创班的时间，读到同学嘅就全部用客语嚟教对话冇问题。錯啊！因為青島安尼客家人講客話，親像好多年啦。所以我過3萬學客話啦。過3萬，南浦嘅。哎呀，好啦，唱都好啦。唱都好，如果唐先生就講別，對嘛？嗬，嚟。唱你嘅奇怪先生。好，免費小子哈。佢比唱嘅平板，他媽講啦，你本身做音樂啦，有咩係冇乜嘅問題啦。在你演唱來講，做嚟講也係平平順順，但是呢，佢咪係你要有一些要同講嘅嚇。感覺到人生啊，同上禮拜比起來就差千多。唔係係本身練歌圖也係樣板前人哦，所以佢咪上一出上就多少技巧上出來。再過來呢，哎呀，山歌唔係山歌。山歌，我讀佢在你耳，我就山歌了，按就做得嚟，哈，山歌了變歌，就變兩情形哈，歌也係於你，秋開生唔係生，秋開了一生冇生啦，變生嘅啊，冇中央嘅拗，要嗱，也就係一定拗死問題啦，哈，還有莫來電都唔係電。莫來了一電啊多啊，電視一直就在你咬死問題，可能你本身啊，也係呀闽南嘅腔嘅腔音，可能有一些嘅在咬死西煙腔嚟講，就冇算清楚啦哈。你有許多山歌班咧發作唱高先生，先去同人音熟來，演唱來唱嘅話，一樣是要我唱到較標準。再繼續加油！好，阿志姐，就是我都不吝嗇的，對，青音子夢要的進步，喊出他進步。係啊，繼續加油！來，看一下價嘅分數。好，看一下總免費嘅分數。好，91分。我哋91分，你留下就冇問題啦。冇問題啦，謝謝恭喜哦。好，恭喜，謝謝。好，下禮拜再個變啊，好嘛？好，好嚟，回做消息。上錯。好嘞，3號嚟呢？3號嚟，下一位係彭水峰帶來廬山歌。等啊。人才是其實東南，三萬嘞。啊，就是東南。上辛苦，落香树那，吃人味。
强松呐。杨伟豪，你们做得好受暖哦。哎呦嘿，今日做下受暖，摸就帶起來冇。哎呀，強冷啊，強冷，冇嘅冷衣，吹得但我腳乾你冇？哇，是只弗洛伊，好正健哦，我感冒。條件衫唔可以蓋過，我走嘅。出只潛艇乾落去喎，乾衣下來，然後冷氣關電，衝頭冷到面。今日較受暖哦，好受暖，要漲啦，漲錢多，要漲哈，真係今日上映較貴哦。有哦，我吃到有哦，有嘛，有貴啊，有較貴，感覺計上映有貴，價錢本，我將。雙禮拜讓見啊，我爸爸哦，雙禮拜可能唔會啦，你一冇我爸可能還沒留下來啊，對嘛？係啊，雙禮拜是可能因為新的佈景，禮拜嘅欣賞坐到前面嘅一電影講嘅，多少 update 啦，唔準呢，多少，關係禮拜都關係啊，關係都還好啦，看到應該是放心的，真的嗎？我有安尼功力，安尼啊，有啊，係啊。看到他大神一樣的存在，見咩空樣啊？我沒空用啊！你這樣子就門神主神在這裡嘿。好啦，來，重提來，唐先生來講。好，英英老師。好，這邊隨風台講哈，上課吸入比上禮拜堂起來很下輕鬆，好，所以這邊嘅上鏡表現當好，香港嘅感覺呢邊從嘅羅山歌從起來當流暢，所以呢堂起來當輕鬆，上未當好，出得按我嘅係呢個第二季，香港第四季哈，唔單止係喺戲當中，香港人講你係羅山歌嘅獻上。你也看到當自然人民嘛表現到當好哈，尤其係有輕鬆哈。你睇其實從伊來唔係講按好唱，唔講才看上一些有一啲啲嘅轉音哦，本人感覺全經就係應講語音繞梁。好，你睇佢哋從羅山歌會上出得本人學習嘅會所。好咁講，實下咧我啲哈就係你讓我形容為講開了，所以相信哈，你係咬詞方面，你會有政策到。咁講呢，你係一點點本人建議。啊，吼，係講做得落去慢慢改進，我相信對你從你係三個來講，聽出會很下自然，吼，譬如講就係記識懂，吼，記識吼再合起來，吼，記識懂，吼，韓國咧落橡樹，因為你學了講落橡樹，吼，橡樹，你就冇埋強樣哦，吼，所以一點點細細嘅你係建議，吼，本意希望你做得從到。很下都好談嘅三個本，你談什麼呢？大家要談到技術懂啊，技術懂啊，係啊，好，我會好改啦，好改，冇問題啊，嚟開下嘅分數嚟，彭水幫嘅分數。上映佢嚟，出國嚟。對啊，以後摸帶電，係咪？唔會很，肯辦個床去睇，係咪？看冇很多，對咪？哦，加油哦！要93倍要幾 V 哦？要幾 V 哦？要幾 V 哦？哦，變一下哦。好啦，加油！好啦，轉一邊當我做，哦，這樣子嘅。好啦，殺下來呢？係咪？條咁妹帶來平白。好啦，彈噶啦。特別辛苦啦，哎呀，他已經開始哈，開始用書咧，哦，係啊。但是講到講頭班人真係啊，像俺媽媽頭班，深夜8點，如果熬尿有嘅磨到鬼弄都濕吧，係啊，哎呦，都是要按樣板，都叫啊，我都不爽呢都唔知。真係解啦，亂講。離開了。
进去哈，我记好，送礼拜过关了哈，哎呀，那继续编阿姨，大摆都会有机会啦。嘿哦，真的，朝那个目标努力。对啊，朝标目标哈，编阿姨哈。也生也太哈，太累哈，退休嘞。你还是应该算享受的啦哈，享受过日的啊。你啊，自由自在。自由自在啊！哎，冲狗啊，奶老了。哎呀，想要奶了是奶呀，冲狗是冲狗啊。生意有好了哈。啊哦，我的生意呢，我2个女儿子很孝顺，很孝顺，因为他知道妈妈以前很辛苦。我每个礼拜哈，他都会抽空回来哈，陪我去吃早餐。哎呀，那是一定的。家人呢呀？每家人。家人呢？哦，还不带不做呢呀？对，很是坐船哦。哎呀，台湾真辛苦呢。对呀，又做生意又是条路。哎呀，台湾用板辛苦啊。生意很些时间哈，我都不下做伞。做伞吗？生意因做伞因出生。家庭代工就出来。生意他太多哈。是特殊以后哈，还是贵下是去工厂上班。结果我做伞一做32年。对啊，所以也特别也辛苦啦。哎呀，他已经开始哈，开始用书嘞。对呀。但是讲台湾人真的啊，像俺妈妈特别家萝卜哦，我做田嘛，田东多嘛。辛苦。做生意工人嘛，冇人照顾啊。拔电啊。拔电一种田哦，做种田啊，深夜拔电，这不鹅鸟有的磨，鹅都摆弄都是吧？嘿啊，哎呦都是摇安用板，都叫啊，我都8送伊都不吃了。我真要改啦，乱讲。跟你张宇，真给那个，最后要用。跟你张宇办法了，我冇办法啦，我冇生意就冇那弄事。你根本等叫我是这样吃宽了，会8送伊嘛？哦，太甜了吧？你还有那不好吃的啦？哎呀，没有是台湾人能较好啊，较健康啊，对吗？健康，你现在是健康教育课程对，好，来沙来那边请他来讲。唱民族欣赏。好啊，刚妹子哈。2礼拜准备迄平板3個哈，其實你嘅上非常嘅正啦，佢沖咗迄你嘅溫氣點嘅素材，像因行強來做潤嘛，因為主要你嘅芒熟嘅話唔是做按多嘅裝飾因啦，最尾都該會卡到，你嘅氣是冇足嘅，所以2點一定要注意，即講用把你分配。分批記，然後離開，唔好講一下上嘅時間落到長蟲，個上任是會飛提去變離開，係離開，你說你將你嘅上任按揉啊，所以你是強鬆嘅創作，唔是按出力，冇按出力，但係味道成發，強壯。嗰度你唔記得溫氣嘅話，每節嘅樹葉是會有插葉嘅，每節會卡喉，再來三芒大兵，所以我唱以前嘅成音歌詞講，離開客莊出外鄉，你是第一個要讓上，有個要思想，所以你要注意味道成發，果不獎嘅全部係我要咁樣嘅。小可嘅原上做下來，個潤讓會講，所以慢慢經練，按累積你嘅經驗，冇個按講嘅上，繼續下去會拿到10個分，你自己要一本，用把人來分批你嘅氣，你嘅鹽，用把人在台式上數每人讓會講，好嗎？好。好，聽到，收到，好，收到了，有聽到了哈，聽清楚了。看分數，好，來，看一下有咁多嘅分數。好。93，做得哈，很做得，阿媽你過咧，那個評分哦，真係，好，加油，好，啊，你咪下，要不下一位潛水朋友，最後先談佢衝，迄假使結分數冇達到93分，根本就冇產生避免在，因為2位93分評分啦，好嘛，好，安子姐，先在邊當坐，好來。沙下來呢？沙來，覺得你上禮拜嘅避免咋兩書牛帶來3個字。彈過啦。
年炸牛，哎，新年进哦，用咪主持人好。哎呀，下礼拜应该较无安紧张啦哈。应该有较好。较关系嘛。喊黑波啊！唐国英5、6年前咱开始接受客家歌曲。哦，迄样哟。但5、6年前以前迄创火炉花啊，嘅桂歌啊，较多。哦。后来迄朋友跟报名去参加迄个歌唱比赛。嘿。啊，唔伫迄唱客家歌。唔伫哦。唔伫。唔到到迄中央唱火炉歌啊，就比赛啊，吓。系啊。唔好起多张地吧？系啊。冇。要人来讲啦，现在转以剩练习，基本乜嘅歌嘅？佢條嘅一本歌本要15首歌，佢講來首下總言是唱來首，後來就得名咧，就開始人嘅學客家嘅歌唱之路咧。哦，有人講三大條歌都變落去，厲害。好咧，唱對就唐先生嚟講片。好，唱就下先生。好咧。首先嘅笑容親吼，兩隻招呼啦，指南有咩有嚟啊？嚇有嗎？哎呀，多少有喎？有係啊，有正嘢啦。哦，笑容啊！佢名嘅故事，佢媽都比較順風嘅。好啦，笑容台風非常嘅自然，哦，你係喺幾優點，哦，咁過可能因為家叫講妹唱到。以後對我嚟講係隻壓力，係嘛？有嘛？有啦，都少有啦。佢講咩叫咩唱嘅以後，所以你叫咩一可能要點咩先嚟旁，要慢慢的去適應。所以你個多語叫咩時節，嚟隨便發，哦，你兩隻詞時是甩音就叫出來啦，甩係啦。啊，叫咩當多年嗬，必須嗬，你。緊張嘛，cái數字咪氣都同你當都不足嘅，好啦，請過先。還有記得哈，歌詞強韻啊，唔係強韻啊，強調強韻啊，我常哋講開花開電動音啊，事實冇強到，所以佢咪啲歌詞強韻，那歌詞當然車老師做得非常好，當多人去唱，我記得哈強韻啊哈。啊，隨便發啦，都是咁啲佢不足啊，本意就建議繼續加油啊，希望你咁樣唔啲乜人歌要講冇忙咁啲啦，我哋一係咁樣啦，係要得到佢坐落街位繼續加油。好，謝謝。也下分數也統計好，我馬上要公布。但是公布以前呢，先搶2位93個呢，站這邊有啊。咁還有隨風泰哥。好，來到舞台當中。來，你看下來看分數哈。好嘞，也做來看孫玉芝哈，孫玉妹妹啦哈，應該係啦哈。今日分數應該是冇達到93分的吧？佢今日冇過關嘛哈。但是因為2位呢平分啊，93分哦，所以今日都。可能都冇產生面面咋，好，而家都看孫玉芝啊，夾個分數啦，嚇。好，先嚟看梁孫玉嘅分數。阿妹嘅心眼健開，愛眼淚是爆水河。我畢業去青條路誒，然後那個老闆就看到我說，我已經找到人。然後第二間他說我不需要了，然後我想說可能是一個巧合，可能很按堵喉啊。第三間、第四間都是這樣，所以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一種傷害，因為其實我自己很勇敢地走出去，然後沒想到他們也不願意接納我。其實他看到的是我的殘障，他沒有看到我的能力。真的，像我現在在公家機關做了25年，從來沒有換過工作。哇，很棒！先嚟看梁孫玉嘅分數。哇！哦，什麼先生？恭喜梁孫玉！哎呀，恭喜！恭喜！兩位再接再厲啊！繼續加油！好，安尼恭喜安尼孫玉妹妹哈，來初唱為免再保庇。梁兄兩個禮拜，恭喜！
好，今边按一个单元啊，都向前来点播，按照邀请到各地方的个呢非常厉害的团体来到按呢节目来展现佢嘅才艺啦，係。咩反映吼，睇次間吼，各個嘅連理沙團吼，睇次間向下抽定來報名。哦，係啊，因為一個時間都要本他家來表現人嘅才藝嘛。冇錯，點播嘛。根本呢？基本上我非常的感動，因為按邀請到的來賓啊，知道他們是生命的鬥士，沒錯，不放棄。哎呀，真的看到其他的個表現哦，你會覺得真的值得我們大家真的可以多多的學習。沒錯，對呀，好，按住來首先的分享一下。你嘅混帳綜藝團炫耀舞姬帶來精彩嘅表演。好，來看一下。混帳綜藝團係台灣第一隻結合無共用種別嘅表演藝術團體。代表成員在身體有缺陷之下，還係用傑道嘅表演方式克服眾多嘅難關，展現出自家嘅感動故事。雖然傑道唔係全部都係客家人，不過傑道嘅精神係值得人哋向下來學習。今晡日就邀請到團隊嘅舞蹈團炫耀舞姬，老陽光小藝二重重來節目當中，來看傑道慶陽版家庭表演，尋轉自家嘅夢想。首先就向下來欣賞炫耀舞姬帶來精彩嘅演出。奔驰在那草原上，路旁花儿也在催着长，心情多么开朗。我又来到这大海边，看那海浪和蓝天，感觉那种夏的滋味，整个心都要往上飞。清凉的海
5G 的好朋友们，哇，精彩的表演，哇，真的好感动哦！看到你们的表演，真的，哇，你们这样练了多久哈？我们练了大概超过5年以上了。哇，5年哦，对，就是你们这个团体已经成立5年了，就对。对，我们这样的小组，炫耀舞姬的小组已经超过5年。哦，然后这支舞是我编的。哦，好厉害。然后对，是啊，我刚刚看服装造型小裙子是他哦，对我缝制，单手这样子帮忙缝制的。对，哇，对，是。这好棒，好彩棒！蓉是彩蓉，哦，对，介绍一下，你是薯条，杨彩蓉，薯条，哎，你叫薯条啊？你是薯条，薯条，我是薯条啦，我薯条，我韩吉，不是啦，我彩虹，哎，薯条彩虹，围棋，哎，围棋，我叫围棋，记得下围棋，哎，他们名字都很好记啊，一个薯条，一个韩吉，一个围棋啊，那个。真正是韩吉吗？韩吉，彩蓉。对啊，那偶尔韩吉呢，对吧？哎，是很棒的演出哎。是啊，哎，是我真的可能有很多朋友想要问啊，哈，就是说你们是为什么会造成你们这种不方便的这种状况？我的状况哦，我的状况是9岁的时候跟妈妈去菜市场，妈妈在卖鸡肉，我帮忙，我帮隔壁的猪肉阿姨绞猪肉，然后手就被绞肉机绞进去，因为我不知道妈妈上班的地方的绞肉机比较进步，是电动的，我以为跟菜市场的一样是手摇式的，所以我的手指头一摸到那个洞口，它有那个吸进去了，对，就吸进去啊！我那个时候个子很小，然后就这样掉在那里，对，掉在那里。你还有没有整个人被它吸进？有那更恐怖，那个电影有看过，真的有，对，所以以后不要随便吃香肠。但怎么办？我又对条状物很有兴趣。太可怕了，真的。哎，对呀，薯条的，对呀。所以你现在有小孩了吗？有2个，那应该是把他顾得很好哦。哎，讲到这个哦，那小时候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不准他摸这个，不准他摸那个，自己就会变得有一点歇斯底里，你知道吗？很怕他会变成跟我怎么样一样这样。后来发现是自己想太多，对。哇，真的好棒，好坚强，好坚强，那彩蓉呢？彩蓉姐姐，我是在1岁的时候，可能是那天我睡午觉起来吧，家人都没有发现我留下了小床，我就自己爬到家门前的铁道旁边玩耍。那因为那时候我才1岁啊，我看到火车我根本不知道危险，对不对？那时候我的手刚好就横放在这个铁道上，所以火车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跑走，那火车也刹车来不及了，所以我手就被压扁了。我完全没印象了，我是偷偷问哥哥的。那是小1岁，那个根本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我真的很命大，因为1岁的小孩子，其实我的手跟脖子距离也不过20公分，还好没有压到脖子。对，真的只有那只手送给他，真的就差那么一点。千钧一发。我说一下，我第1胎的时候，我是生双胞胎，我怀孕过程我知道他是双胞胎的时候，我很开心，可是过了没几天，我就开始烦恼，一直到小孩子生出来，因为我烦恼说我没有2只手可以牵住他们，万一他们会走、会跑、会跳的时候，我牵不住他们，他们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我那个怀孕过程，我其实是很担忧的，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对，那应该有产后忧郁症了，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造成早产了，然后早产的时候，小孩子可能也听到我的心声了，就一个留下来，一个就走了。所以我才是因为这样子得了忧郁症。那现在之后这种开始跳舞以后，应该就心情就变开朗。对，真的是因为出来做公益活动，我想说我不能老是关在家里面，是因为我在家里真的哭哭啼啼的，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出去。我参加了一些公益活动之后呢，我原本是想要说去
用我的故事来鼓励别人，可是我没有想到台下的观众的掌声还能疗愈了我的忧郁症。真的，其实做公益活动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你以为你去付出，结果你是被给予。对，我们这样讲好像忽略他。对，还没下到围棋嘞，围棋。我是在7岁的时候生了一场感冒，那因为强心针打到过量之后，四肢都末梢神经坏死，然后2条路选，一条就是当天使，一条就是留下来，不过四肢会被处理掉。就是2个选择。2选1，就是活下来，然后或者是很艰难的选择，很挣扎。非常的。那个时候选择是家长的选择，还是你自己的选择？是家长的选择。对，因为他才7岁，我7岁完全就不懂了。对。而且又那时候应该还在生病的时候，因为昏迷的状况下，那时候醒来就没有语言能力。那当然是由身为医护人员的妈妈，做最大的决定。所以他决定咔嚓。不过他们3个人很厉害，很乖很乖。对，还去挑战登山呢，爬玉山呢。我连枕头我们门口的馒头山都爬不上去，他们爬玉山。你们3个这么疯狂？对啊，其实太厉害了吧？我们是陪着围棋去登玉山，去登玉山就对了。你们背着他吗？还是没有陪着他？因为围棋是用他的一只，穿着一只走到山顶的。哇哦！我们2个真的是陪客。有真的爬到顶端？有哇！花多久时间？这要过夜吗？要过夜，要过夜哦！哇，很厉害。要先到那个排云山庄，对，然后在半夜再出发就对了。是的，我们从黑蒙蒙的摸黑上山到山顶，天大亮。哇！对。其实我们在陪围棋完成爬玉山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小女孩，虽然她少了4肢，可是她真的很努力的穿着她的那个夹脚一只，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她这样子的一个玉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2个呢，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对，学到如何用鼓励的方式，然后还有就是自己在面对真的体力极限挑战的时候，你到底自己该怎么办？对，像爬到一个段落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打哈欠。打哈欠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缺氧，对，山上缺氧，高山症吗？缺氧。然后那时候我的装备很重，我就觉得说我没办法放下来，因为放下我可能就蹲不起来，所以我就直接背着背包，然后就靠个那个树。他的目的是这个。做梗做那么久，就原来是要靠我，靠去就好，他很随便就好了。你的孩，对，我很随便的，你看不出来。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啊。然后靠下去以后，然后呢？调整呼吸调整呼吸哦，调整呼吸，让我的那个血液当中的一个氧气，平衡下来，还有就是让自己的心情，跟大自然融入。哎，真的，这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实在是景色实在太漂亮了，所以还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对，是有隐藏性的一些危险存在。你们3位，因为我们这是客家电视台嘛，你们3位是客家人吗？有，才客家人，讲会溜的，讲会溜，CM 要讲嘛？意思是嘞，弟弟嘞，老娘会溜差不多。冇搞几就讲客呀。还高一讲，因为动好笑啊，系啊，冇讲用的什么七八啊，那个溜腿一克请难趴。我讲客家话，因为我上拜天啦，哦哟，
讨厌。上白天还记得有问题。对，我想这位老师，你看了应该也有感触，因为你也常常会接触一些对，访问一些这种身障人士。其实我们2个认识，这是我的荣幸。你们有过一腿吗？还是2腿？哥哥，我一直很欣赏维琪，因为他比 CC 他很小，大概国小吧。国小吗？国中吧。国中，他那时候还是台北县还没改制的时候，我在一届记者会，因为那时候等于是他是台北县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指标，所以他那时候代言台北县很多的活动。我在活动认识他，我就觉得这个小女生给我应该赚很多哈。她很应该还不错，她真的很棒。罗哥，你不要看她这样，她为了跳舞，她曾经脚啊就磨破皮。我常常在看她脸书的时候，我其实很感动的。还有她琴弹得很好。哇，真的？什么琴？钢琴。钢琴吗？钢琴。钢琴，对，弹得很好。钢琴。然后她还出书。哇。然后我一直觉得我很开心认识她，虽然我们没有常见面，你知道吗？我前年在新庄的演出，她还特地到后台送饮料给我。你看，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要去鼓励或是温暖别人。我为什么我会有时候大家觉得我常会很愿意给大家温暖？因为他这样都常常给我温暖了，我为什么不把这个温暖传给大家？所以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在现场的演出，我是非常非常感动。加油，马维琪！谢谢。我每次都有认出你啦。其他老师真爱，好不好？其他老师看了有没有什么想表达的？我觉得今天既然可以看到他们的现场演出，我真的很感动。然后我看到一半，我就忍不住跟这位说：“你看，好手好脚的人能说什么？真的是这样。那我觉得，我觉得我看到维琪这样，然后我今天听到他可以弹钢琴，我实在是觉得。”我们好手好脚都弹不好，搞什么？对呀，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说我自己都练不起来。对，那我觉得谢谢你们今天带来这么棒的演出，然后让我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被激励。对，真的棒，真的谢谢你，老师，真的也谢谢你们今天的参与参加，谢谢，好，也谢谢你们这么棒的演出。安子 C， 谢谢你们，谢谢安子 C， 金焕英，谢谢。我们可以一起来欢迎我们下一组嘛，对不对？是歌唱组的哦。哦哟，歌唱的哦，好像也是你们都认识的，是你们的伙伴哦，是我们的好朋友，好朋友哈，都会唱歌。本意大家介绍好吗？哎呦，对，我们的阳光小雨2重唱，对，我们来欢迎。阿娇跟刘力宏，来，欢迎2位来。向上帝要咱加心概念，记起爱加心痛，永久观念。风吹雨打，不管有嘛该死，爱肯定去求行条千个路。上到头摆，阿妹加心头烦。为爱打开心界门行出现，天空漫步，训练的林径，为草中来欢喜三万大饼。阿妹的心愿更爱，爱的你18岁后，爱的你不好分离，爱的你顺顺心心。爱的你勇敢面对，爱的你唱拍做人，爱的你身家你要都世世代代。阿妹的心愿更大，爱的你18岁后，爱的你不好分离，爱的你顺顺心心，爱的你勇敢面对，爱的你唱拍做人。爱的你身家你也都世世代代，阿妹的爱呀。
頭擺，阿妹嘅心頭快，愛愛打開心嘅門口隨意，天空暗部，原來愛戀家，會作中來歡喜沙芒家呀，阿妹嘅心願嘅愛，愛係你真爆水下，愛係你唔好分離，愛係你隨隨時時，愛係你勇敢面對，愛係你輕拍走你，愛係你成家你入到時時抬抬，阿妹嘅心願嘅愛，愛係你實爆水下，愛係你唔好分離，愛係你隨隨時時，愛係你勇敢，愛係你輕拍走你，愛係你成家你入到時時抬抬，阿妹嘅愛呀。哇哦！欢迎我们的阳光跟小雨，哎，声音真的太美妙了，好美哦，哦，真的，而且好协调哦，默契真的那个协调感，就是仿佛就是听到那个百合二重唱，大小百合，大小百合，还有大小南方，哦，大小南方，他们没有分大小，就是阳光小雨，阳光啊，阳光是哪一位？啊，陽光，哦，係咯，客家人啊，客家人，我兩個稱為客家人。哦，兩邊都係客家人。哇，很好啊！唔講我兩個講學了啦。哦，唔講，我咪冇講學了，你係咪？我冇亂講，你冇亂講。佢哋邊就係小雨，是齊雲橋，劉烈鳳，係。齊雲橋，齊雲橋，哎，你好，你好，哎，利用 V 冇簡單呢，他們還有那個入圍金曲獎過嘞，最佳演唱組合，真的嗎？正給哪一年的時候？14屆，14屆，哦，那很早了嘞，很早，對，算係有一點時間了啦，哈，可是還是那麼棒。今年已經第31、32了，對，因為嗰時我哋要出體育獎嘅 CD， 哦，要發行個專輯就出嚟，一下要叫獎嘅。哇！這位係福音詩歌，因為我兩個係基督徒。聽下嘅首歌係愛寫我嘅歌，我嘅故事，係愛寫嘅第一首體育書嘅客家歌，嚇，小冇買好，呢個都係講我兩個其實陽光小雨。唔係姊妹嚇，呢個差唔多差唔多不卡空嘅什麼？做乜空眼叫？都係愛叫啊，都係。所以演變日啦，安尼講咧，所以我唔敢行出嚟。唔係，所以聽下要講到個因為我嘅媽媽佢大擺都話鼓勵我到行出去，你行出去啊，我俾你錢你行出去，我就唔俾錢。鼓勵我空地不卡，要年內我就空到風景去，後來要人來空我嘅門啊，我要空到深處地外，因為我驚我每半年看到我，後來因為我嘅媽媽沒有同到從佢同我哋講。我每年嘛嘅，我每年去做抬杆啊、傳台簽啊，呢度係當簡單18歲好嚇，呢度係順順時時，嘛嘅事情都安尼，爸爸媽媽會照顧，都係平安就好誒。對，咁個後來我哋沒有出來唱歌誒，我想我媽媽也係一天會看日台，一天會吞當到嘅阿姨阿婆嘛嘅寵物講，來看哦，我妹。這個客家電視台，以你為榮呢？好吧。其實說真的，因為我也是感同身受。因為我哥哥，我自己的親大哥，他也是因為小時候發燒嘛，發燒喺度響下都做冇辦法最，可能唔啲做朱砂就後來就是小兒麻痹症。對啊，他也是啊，也是就是。
小时候就常常出去会被同学霸凌欺负，啊，这我知道的。然后，长大以后，他有时候也是会因为这个工作上的关系啊，生活上的关系，某应征啊，做马条路你唔会抢啊，看唔会抢啊，像人家应该没有赌多那种情形。咁有赌過咁嘅事情。係啊。還有啊。哦，還有啊。叫都到半年講，咪半年來啊。哎呦，真勁哦，出家門。係啊。我畢業去青條路誒，然後我老闆就看到我說，哦，我已經找到人。然後第二間他說我不需要了。然後我想說可能是一個巧合，然後可能很按堵喉啊。第三間、第四間都是這樣，所以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一種傷害。因為其實我自己很勇敢地走出去，然後沒想到他們也不願意接納我。現在看到的是我的殘障，他沒有看到我的能力。真的，像我現在在公家機關做了25年，從來沒有換過工作。哇，很棒！因為走不了啊。對，沒有啦，開玩笑，要留下。其實都跟說對了，其實我是覺得說對了，因為其實我們很穩定，我們會做很行政的工作，不會亂跑。其實我們也很珍惜這個工作，我們會很認真。特別的認真。是的，其實我哋兩個的葉家修老師還有記得嗎？家修老師，因為他銀杏就是吃的不知道吃的夠不夠，不知道記不記得。怎樣？應該會記得，怎麼了，家修老師？其實我都差唔多，哎呦，我講幾多年，就得講出來。隨便講。20年前，我30年前，冇啦，20年啦。其實我都有參加一個正聲廣播電台嘅歌唱比賽，歌唱嘅比賽。謝謝。他當評審老師嗎？他給我們第1名。哎呦，哎呦，哦，不是來尋仇的就好。葉老師，你還記得這件事情嗎？記得。記得，對，在正聲廣播電台的嘛。對。那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歌唱比賽，然後他們的表演特別精彩。都是身障者來參加歌唱？沒有啦，不是啦，不是，就是他們就特別優秀，就感覺出來，他們真的默契一定培養很久。老師的評語我一直很放在心裡，就是我們兩個其實唱的歌，就是我們兩個唱的口氣或者是我們的音質都不一樣，可是他老師說我們兩個合起來的時候，真的是他被嚇到，然後說他起雞皮疙瘩，對，這個感覺，剛剛這位老師也馬上掉過頭來跟我講，因為你們倆一和聲的時候，他就說。好棒哦！真的，天籟之音只能真的是這樣子。好享受。20年前我就聽到這個奇蹟了，因為兩個完全不同音質的人，但是在和聲的時候能夠變成第三種聲音，這是很特別、很特別。對，真的，好想跟你們合唱哦。還有自己要的，對啊，自己偷的對啊，自己偷的是啥呀？可是我想邀請你跟我們去挑戰呢。挑戰什麼？挑戰什麼？減重營就不行。因為他不願意。其實我很喜歡一些極限運動，就是身障者的極限運動。爬玉山。我們會量力而為，因為玉山它本身它必須要2腳上去，我們怕就是我們2隻鐵鞋，我們一個一個跳不上去，所以辛苦。我是我們2個曾經走過萬里長城，哇哦，然後我們再走，你爬好漢坡嗎？我們走我不曉得那是不是叫好漢坡。我們走萬里長城的時候，因為我們一邊走一邊走，旁邊有人講話，經過我們的身邊都說喲。好樣的，好樣的，好樣的，為國爭光了你。本來我們在挑戰自己，可是沒想到呢，我們反而是鼓勵了別人，所以我們很開心。後來其實我就開始覺得我可以做什麼，我就去環島。然後我呢是在9天安排9場演講，在9個城市，然後我就開始騎摩托車去環島。最後我在路上其實發生車禍，那我肋骨都斷了，但是我還是完成9天9場的演講，還有騎完了將近1200公里。然後後來他有去玩過手搖自行車，但是我是去挑戰，我去大陸黃山太湖蘇杭到南京，我去挑戰600公里，所以
裙子也破了，屁股也破了，但是还是咬着牙完成了600公里。那我最近是把轮椅绑在身上玩飞行赛。所以你看到一台轮椅在空中飞，这样，也创下了台湾第1的纪录。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不是不能做什么，我们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走出去，然后别人会告诉你可不可以，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可不可以试试看。有一句客家话，是这么说的：口善善为毒。口水水为燥，口烟烟为炉，口是嘎最好。哇，反正那个事情口气嘎了，对啊，把心打开嘛，对，让阳光照进来，对不对啊？没错，对，一切都会非常美好。是，今天某件大家发请求的事。是，没想到我们这个闹捏大擂台的节目也有温馨励志的起来，也可以这么正面哈。是啊，想不到呢。我们平常嘴巴那么坏，对呀，都被度化了。哎，好，这我们以后就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不是无言的结局吗？有，还是有这个缘，能够站在同一个舞台，有缘能够继续下去的。对，你刚刚不是在讨着要跟他们合作一下吗？做的跟他冲一条沟。我们有荣幸吗？不要这么说，是我的荣幸。都是金曲歌后级的，哎呀，哇，来，冲一下好吗？好啊，想要冲马高的哦，大家，爱两个动场的站在高岗上，站在高岗上，那就请刚刚3位那个你们的同事哈，你们的好朋友，他们有爬过高岗上，你就放玉山就好了啦，玉山的高岗上，对，恐吓的表演要他们歌舞哈，来，看一下来。绵绵的青山，百里长崖，巍巍耸起像屏障。呀喂，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白云片片天苍苍。呀喂，绵绵的青山，百里长崖，浪在岗上的很红妆。呀喂，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站着一个有情郎。呀喂，我站在高岗上远处望，那一片绿波海茫茫。高岗上向下望，是谁在对你深唱？绵绵的青山，百里长崖，巍巍耸起像屏障。呀喂，美丽配成双。呀喂，
你看到那节目大概有各意嘛，哈，系啊，非常的精彩，迄个是有各意法，你也假使讲有安尼嘛。特别的才艺，没想到安尼节目的展现的话，像大天发来哈，大天发来，浪96667浪6浪，还有传真天发浪117778132。好，等一下他家的报名哈，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我们多谢辛苦的彼此紧张，谢谢，精彩的表演，混账综艺团，还有玄武歌姬，对啊，非常感谢。还有什么小刚老师，还有辛苦跟工具局长，辛苦了，谢谢现场的公众艺人，辛苦嘞。好，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礼团，老年中好来，再见，拜拜。拜拜。